上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7号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来关心出名的食甲饱餐厅享享性记店，传出那亲像食物中毒，因为人客食煞了后身体无爽快，而且人数继续在增加。集团内底也阁有续集享食天堂这餐厅。台北市卫生局昨昏有扩大稽查，发现有3间分店无够清气，要求业者1月11之前一定要改善。也若享享性记店出代志了后，是互市府要求要停业，严格业者继续做生意。即马台北市政府决定重罚业者300万。享享味丰性记店出现疑似食物中毒风波还继续增加，目前已经有32人。因为测试要求停业了后，业者迄一暗又原照常营业，卫生局重罚300万，佮驳回复业申请。即卖享享出现状况，台北市卫生局设备也扩大检查，香槟集团以开品牌续集。主打日式料理食甲饱的续集性记店，互卫生局查到零食区表面无清气，食食区设备无清气，甲制冰机后边也无清气，毋那安尼。江浙集团讲是食甲饱霸主的享食天堂性记店，被查到库房风扇无清气，经站店是冰箱内底边圈结霜无清气，沙西米下边篱笆也无清气。以上均要求于1月11日前改正完毕，即届复查如仍不符合规定，将依违反治安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木那卫生局要查，即马连台北市法制局拢派消保官到享享检查，要求香槟公司说明受害消费者补偿方案。这边也有要求，享宾公司必须积极的联系消费者，然后研议相关的方案来做妥适的处理，而且每周要回报北市府处理的状况。那另外，针对停止营业期间受到影响的定位消费者，享宾公司也表示，目前课正联系消费者来做修改定位或取消定位。如果消费者要取消定位，也会全额的退还定金，不另收取手续费。香槟集团是回应，享享味丰性记店已经伫1月7日开始暂停营业，会全力配合卫生局完成应该负的查核程序，用同守护人客安心美好用餐体验。台北市卫生局甲法制局全部顶档，除了要查明是不是真是食物中毒案件，也要确保香槟集团负起相关企业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今仔关心天气，今仔日有另外一波冷空气会入南，所以北台湾的天气会转做较湿、较冷。咱来看云图。今仔日东北风会增强，水汽会变较高，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落雨机会拢会增加，尤其桃园以北、宜兰、花莲，规工拢是乌阴落雨的天气。中南部的山区嘛有机会会落雨，北部、宜兰高温只有14度至16度，中南部、花莲、台东高温是20度至23度，感觉会较舒适。因过暗时的时，各地头温度拢会明显下降。中部以北宜兰低温只有11度至13度，其他的所在低温嘛只有13度至15度。但国内出门的疫情是创下5年来新高，而且这确诊者北中南是惊大，真侪人是烦恼门仔真高话，所以赶紧想要去注意防射。也毋过有诊所医生即马就表示，因为想要做的人变多，所以目前预防射欠货。小树表示，总共有欠货会当赶紧通报，因为药商拢有库存。今天大概打完就没了，因为今晚上被人家订走了啊，也没有新的货了。来到诊所就算是休困时间，也有民众打电话伫问讲，是不是要膜疫苗会使做？基层医师讲，随国内膜疫情清悬，民众敢若真烦恼，4月伫咧找看倒位有膜疫苗用做。疫情一旦来，那很多人要打的时候呢，就一下就缺货了。在紧急的状况之下呢，其实工会应该把它转成智慧了，那工会再去补就好了嘛。民众这烦恼毋是无道理，因为膜仔症状除了发烧、感冒炎、甲出红皮这症状，传染力真惊人，一人会使传20人。主要是经由空气甲喙烂传播，也是去接触到膜仔病人的，然后分泌物就会着。有公卫学者指出，这膜仔公费疫苗注射对象，头一剂提供出世满12个月囡仔。第二剂是满5岁时阵爱做的。另外，建议注射对象包含高风险的医护人员，也是要去膜仔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民众，要20到45岁民众，因为细汉时阵做注射疫苗保护力消退，也会使补助。确实是可以在空气中的悬浮力附着在空气中悬浮力一段时间。
那目前的研究大部分是以2小时为主，冬天低温又更容易让空气的悬浮粒子，它的着护力又会增加。有缺药，那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做缺药的通报。那另外，其实应该是先去找这几家药商，因为他们目前都还有库存。徐秘书讲，正国内麻疹自费疫苗要27000剂，若是讲诊所有欠货，用伫平台来通报。专家建议，想要避免去喂着麻疹，除了注射疫苗，也要定定洗手，将避免伫过年前后麻疹疫情又搁升悬咯。记者综合报道。主预防社是有风医学，国健署就讲，按算对今年9月份开始，政府嘛要补助各中的查甫学生，也通做公费 HPV 的预防社。另外，即马是流感的季节，严格咱国内做流感预防社的人数，并无达到政府预期的标准，而且65岁以上的时代，做公费流感预防社的比例嘛无到一半。自2018年开始，政府就补助全台湾的查某国中学生会使做公费 HPV 疫苗。虽然查甫袂着子宫喙癌，但是 HPV 病毒也是会造成性传染病、菜花甲其他癌症的风险。国健署去年公布，为今年9月开始，也要补助国中查甫学生做公费 HPV 疫苗。这个政策也真做202410大疫苗新闻透明。HPV 不只跟子宫颈癌有关，它跟口颈部癌症有关系哈。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男生打了才能够间接保护女生。另外，即马寒是流感、新冠疫情的高峰期，但是疾管署统计，65岁以上时代有做公费流感疫苗的只有43.9%，比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75%低真多。虽然倒手做流感，正手做新冠预防社口号，也是为10大疫苗新闻。在适逢今年新年开始跟这个农历春节到来哈，所以大家可能在这段期间都会有去出游啦，或是去聚会啊，这个活动非常多，所以我们想还是呼吁民众，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流感疫情，不管是台湾还是各国，事实上都有急速上升的趋向。台湾疫苗推动协会理事长李炳英表示，真侪民众对做疫苗有误解，烦恼做疫苗会造成心肌塌、脑中风这款疾病。但是疫苗拢有通过安全测验，而且无做疫苗为着疾病所带来的健康风险，颠倒是更较悬。协会呼吁政府甲民间继续合作，推动疫苗普及，建立正确的预防医学的观念。记者龚李秀凯台北报道。来，含乡亲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过去适用自用主体税率宣布伫内底设户口的全国计共有128万户。财政部即马表示，税率是徛低，也毋过内底无户口，针对这个厝会寄辅导函，提醒伫今年3月20日之前，若爱完成户口登记，若无就袂使阁用自用主体税率，安尼就向政府加扣税，钱就会差真济。来看联合报，技术的工人大约有86万人，因伫营家这铁架之间做事来去，敢无安全意识是因生死的关键。去年呢，全台就有85个工人对工地摔落来不幸过往，死亡人数已经比前2年有较减啊，不过这也是无达到劳动部设定的目标。根据这案数的分析，赶工设备不良、管理不良、欠缺工课场安全意识，这拢是造成意外的原因。来看自由时报，公平会20分公告台新金控甲新光金控新申订的合并案，因为两间公司的银行借款机会，这业务的市占率，两个加起来无达到市场的15%，加上市场是真竞争，就算两间合并，嘛无明显限制竞争的记录，所以政府未去禁止因合并。政治的消息来关心立法院。立法院三读通过3大法案了后，即马朝野对立是变甲更加厉害。那这个阵营最近拢呛声要甲对方罢免。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昨昏伫中常会顶悬就表示，尊重民间团体发起罢免的行动，也毋过呢，宪政机关就要先伫合法合宪的体制之下，赶紧找找救济方式。也那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伊是表示，朝野是要答。要相答还是要和谐，拢伫总统的一念之间。柯总统抛出双罢，是不是党内有一点杂音？我个人是反对这种仇恨式的罢免。
洪家地是党内乌鸦，民进党立委王世坚讲无认同党团总调郭建明提出的要罢免立法院正副院长韩国瑜甲江启臣，佮有41席国民党立委的讲法。今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是伫中常会决定好势讲，尊重民团发起的罢免行动，不过行政机关应该优先伫合法合宪的体制之下，寻求救济。民进党党团在立法院受制于席次劣势，我们可以理解总召与党团同志的感受，但是我们不能退却。同时，宪法也赋予宪政机关行使各种救济的权利。对于公民团体自主发起的行动，民进党皆予以尊重。不过，双败话题传出来，前一天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发声讲，也要发动罢免民进党38席立委，以罢制罢。互党团的总调鲍坤奇亲身出面驳回讲，迄是个别委员的意见。不过，传出国民党内部确实有主战派，呼吁应该成立罢免的指挥总部。除了锁定民进党的立委，阁要扩大战线到县市议员的层级。人不犯我，犯我，我不犯人。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民进党已经做了全面战斗的准备，我们就要做好全面备战的准备。我们的态度是备战而不求战，但是如果要战，我们就以战止战。党内或基层蓝营的支持者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些都在我们18套剧本里面去做因应。那也强调讲，会看民进党弹出什么球来做出相对应的反制甲应用。因为党主席朱立伦也伫中常会了后，甲党务主管甲党团干部开会讨论对策。因为朝野对打愈来愈严重，大罢免的局势是愈来愈瓦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一来立法院毛3读通过宪法诉讼法修正案，行政院已经提出复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昨昏表示，伫明仔载拜五会积极来处理宪诉法的复议案。未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去报告。民进党是呼吁那边立委，唔好阁封杀宪法法庭，应该甲宪法和人民的救济权还予人民。行政院伫初二针对立法院最近3读修正通过宪法诉讼法部分条文提出复议，按算伫1礼拜5要交予立法院专业委员会审查。民进党呼吁那边重新审议修法是毋是合理。唔当互宪法法庭无法度运作，侵害人民的诉讼权。半数的大法官现在因届期任满，所以现在我们的宪法法庭是只有8位大法官。所以按照这个蓝白新法宪法诉讼法的运作，未来宪法法庭非常有可能被瘫痪，无法去进行评议，也无法去进行违宪的审查，来守护人民的权益。宪法法庭没有被瘫痪啊。他只要赖清德总统赶快提出合适的人选，就是所谓专业的、有独立性的，不要只有一直在提这个绿油油。我相信台湾民众党跟国民党都会过这个人选啊，很快的大法官的人选，新的人选就可以产生，马上就可以开会了。面对着复议案的审查是不是要邀请行政院长列席，调下意见无同。民进党希望那边无信任内阁的团队，会当发动倒戈。所以，总统解散国会和国会全面解散。那如果有一个全新的民意来运作，我想国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1年多来蓝白在国会造成的乱象。民进党开口闭口一直要倒戈，他这么不喜欢卓荣泰，他们可以提倒戈啊。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发出相罢免，总马团讲那遐也被反击，罢免38席可惜的另外的立委，也将会成立罢免总指挥部。不过，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否认，表示无打算要对任何民进党的立委提罢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外一个争议的焦点是立法院马3读通过修正警察人员人事条例，未来警消、海巡这人员因退休所得的替代率上悬去80%。昨日来公告人员年金停止减少的案件，敢要继续推动，即马调野的看法是真无同。公务人员协会表示，警消也是公务人员的一种，敢若增加因的月退，对其他平平有危险性的公务人员是不公平的代志。立法院初次3读通过修正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正案，未来警消、海巡等人员退休所得替代率上悬80%。为了军公教退休族群也来关心，关系军公教年金平砍hạn的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款修正草案是不是处理？政府3年的中央施政的余处，
有1兆0770亿元，终身为国家贡献的人却不能好好的安养终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府？那未来包括公务员以及教师等等，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当初联改的时候，是因为政府没有钱，财政是很困难的。可是现在国家的财政在联改后这几年都很好，那我们最近会找些进一步来讨论公教这一块要怎么来处理。对南北可能进一步推动军公教退休人员已经停刊限另行积极警察人员人数条例修法，敢若是反移改法案的精彩，更较大规模扩大公教修法会继续增加。除了警消，下一个扩大所有的公教，来提高退休的所得替代率，这个蓝营绝对会持续的食髓知味，持续的违宪下去，只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利益，讨好特定的族群。公务人员协会表示，警校是公务人员一部分，但都有关警校的规退，亦好唔是警校公务人员感觉不暇的感觉真深。其实公务人员里面也有很多具有围绕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森林的巡山员、水利的这个巡水员、警校人员的这个退休案通过，我们固然乐见其成，但对于非警校的广大的这些具有围绕性工作的这些公务人员来讲，一个相对的这种剥夺感就更为深厚。针对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修正草案，南委提出20个修法版本，将年金重新对在职人员薪水调整，搁停止每年降低所得替代率。这法案目前由原伫司法甲法制委员会初审，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表示，这会期或者是下一会期会办案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航空联盟的党主席屈鸿基，指控讲摕中国的资金来吸收等退伍的军人去做政党的干部，搁找人选去选立委，甚至呢，搁走去 AIT， 也搁有一寡咱的军事基地去翕相，为做表图交予中国。检方即马是依照违反国安法，甲包括伊在内7个人起诉。伫总统大会顶悬唱军歌，退役军歌屈鸿基，2023年成立航空联盟党，则表示要展现爱台湾、爱中华民国力量。结果即马互检方查出，疑似收中国资金吸收退役军人做干部，搁去美国在台协会甲4个军事基地翕相，为做表图交予中方。台中国分检去年底定结，照国安法将伊甲另外6个退役军官提起公诉。这个部门的理解是我们没有现役军人涉案。但是就国防部立场啊，我们还是要对这些被吸收的退役军人要予以严厉的谴责，即使是备役的这些军人或者是退役之后呢，还是要对国家负有忠诚的义务。检方查出屈鸿基退伍了后，当年伫中国做生意，2019年开始接触中共业务单位，不过伊辩讲，资金是替中国朋友甲民国党业务费用，对方要求迄军事基地外观，家己唔知用途是啥物，中央立委共同谴责。中共持续对我退役军人里面来渗透，本席非常的谴责，且这种动作对两岸的和平是不利的。中国渗透一定会有中间人，除了退役的将领，还会有谁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立法委员，可以见到中国的官员，又可以接触国家的机密，又可以接触到一般的人民，做选民服务嘛。所以对中国来讲，立法委员是完美的中间人。总统了后，屈鸿基找资深艺人刘尚谦道歉，桃园区域立委选举最后失败，即马也出重组的证据。刘尚谦澄清，当初的竞选经费拢是家己走总的。党本来要资助我们一些经费的，但是我们都没有收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中资，中方的人士我们也没有接触过，也从来不认识。刘委会声明，照管法规定，若这退伍军官判刑确定，都要交回所有退休金。对于航空联盟党的行为，内政部表示已经造成危害国安甲宪政秩序，会依法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加州洛杉矶的野火，即马是愈烧愈快，目前已经知影造成2个人死亡，嘛有所开要7万人。南加州超过150万户停电，初步估计损失是美金570亿。
巴沙迪纳一间麦当劳喊住火海，为错定一直少，因看到风势正强。加州洛杉矶亚会已经为上头先的国际社区太平洋断崖会场，各增加2个，分别是伊顿亚会甲赫斯特亚会。太平洋断崖范围差不多是29平方公里，离巴沙迪纳北边的伊顿亚会43平方公里，盛会南岛国的赫斯特亚会1.2平方公里。It's Armageddon. I'm driving through a war zone right now, and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野火烧较真紧，真侪居民甚至是接到厝边的电话，才知影家己的厝已经着火。冲出门才发现，伫个火场当中，无奈撑过火焰倒伫家园。当局下令疏散至少7万居民撤离，真侪是太平洋断崖社区住户。另外有部分是圣塔莫尼加甲艾塔迪纳。All the stuff that's here is replaceable. People are not. So very lucky. So happy the fami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太平洋断崖社区高层上千栋的建筑被毁，已经加做陆城史上破坏的上大大火。目前一南加州150万用户停电。近期一间私人气象预报服务公司初步评估遭到破坏甲经济损失，差不多520到570亿美金。总统拜登进前顺势在区个承诺联邦来协助。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来关心川普伫要上任美国总统啊，初7的时，伊伫佛州召开记者会，针对国土的议题，伊是表示，无排除要用武力，也是经济力量来摕到格陵兰和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而且伊阁讲，伊上任了后，要甲墨西哥湾改名号做美洲湾。And Greenland. No, I can't assure you on either of those two. We need them for economic security. 川普初7伫记者会中心强调，上任了后一定要摕到巴拿马运河甲南美自治区格陵兰的控制权。记者问伊，敢会当保证唔用军事或者是经济威胁的时，川普唔愿意排除这个选项，甚至伫前总统卡特的国葬期间，批评伊甲运河送互巴拿马的决定。And we gave the Panama Canal to Panama. We didn't give it to China. And they've abused it. They've abused that gift. I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made, by the way. Giving the Panama Canal is why Jimmy Carter lost the election. 离1月20日就职典礼无到2礼拜，川普伫这场记者会进一步讲到未来嘅扩大领土的政策。川普强调，格陵兰四边有中国甲罗西亚的船只出现，危害到美国甲世界的安全。若准台美政府拒绝美国的收购，会甲因扣真悬的关税。伊的大囝小Donald Trump同时间也到格陵兰首府进行私人的访问。川普阁讲，无排除以关税等经济力量，互加拿大成做美国第51州。怀疑加拿大拢是靠美国的保护，互点名着的三国无法度认同，强调主权的问题无参详的空间。It's a question of whether should we maybe collaborate a bit more with the U.S. We shouldn't be bought by anyone because Greenland is not for sale. 川普阁表示，上任了后要甲墨西哥湾改名做美洲湾，批评墨西哥全是犯罪甲毒品，是乌道的帝国，区域的管代志拢是美国，所以也拢是美国的。伊嘛要随推翻拜登政府沿海欧石油甲天然气的禁令，而且无证据就指控风力发电机组甲海岸拢逼甲起小，造成真侪扩大意外。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川普安尼先讲伊要甲墨西哥湾改名号做美洲湾。即马墨西哥的总统嘛有呛川普，伊讲伊建议甲美国改名号做墨西哥美洲。到底美国前总统川普讲要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洲湾，墨西哥总统宣保姆设备伫例行记者会顶悬展示一张17世纪的世界地图，显示北美洲迄时阵叫做墨西哥美洲。Obviamente, el Golfo de México es reconocido el nombre por Naciones Unidas, un organismo de Naciones Unidas, pero el siguiente, ¿por qué no le llamamos América Mexicana? Se oye bonito, ¿no? 墨西哥是美国上大贸易友伴之一，特别重回北京的川普一直批评墨西哥威胁要对因加扣高额关税除非阻止非法移民甲毒品跨境流入美国。川普共款展现高度兴趣的格陵兰，甚至讲无排除动用武力或者是经济手段摕到控制权。格陵兰民众为认为应该甲亲像美国安尼超级大国来合作，有人认为格陵兰是买袂到的。Eso es informar que es Cubas og militærmagt. Nej, den går ikke. Jamen, jeg har ikke en oplevelse af, at vi befinder os i nogen udenrigspolitiske krise. Jeg har en oplevelse af en præsident, der er på vej ind i Det Hvide Hus,
som har et skærpet fokus på Arktisk. 格陵兰目前透过单位正做培育的一部分，对美军甲弹道飞弹预警系统来讲有重要战略意义。因为欧洲甲北美相对路线都是经过格陵兰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艾德格表示，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格陵兰岛的未来是因家己的事务。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镜头来去南韩，公司新闻来同朋友。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该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非洲中部查德总统府发生枪击案，有几名的武装分子冲入去总统府内底开枪，造成19个人死亡，也有1人重伤。意大利的一个查某记者莎拉，去年12月19日，伊朗被抓去。伊朗的当局是表示，伊是违反伊斯兰相关的法令。意大利的政府赶紧找美国斗3天，展开外交谈判。1月7日时，这个记者放放出来呀，登去到意大利。意大利的总理阁亲身去机场迎接。继续关心日本的警察厅是表示，海客组织 Mirror Face 自2019年到2024年，上准日本的安全保障，还有一寡先进的技术资讯，发起网络攻击，发起超过200件。也那网络攻击的对象，内底嘛包括日本的防卫省。日本即马就认为讲，这攻击拢和中国有关系。镜头倒来过来，宜兰大溪有一间国校啊，传出有一个印尼的查某老师，会对学生囡仔、即细汉囡仔屁叫，而且这个老师性地歹，佫会踢伊踢倒。学校表示，会赶紧进行校案通报，按照程序来处理。官府嘛讲，会启动调查，看这个老师敢有不当管教。老师伫课堂顶悬大骂学生，即期考试权乃无戏了，就冲到学生的位，用脚赞背学生的道义。弟弟19秒影片互民众翕来，检举老师技术不当管教。那我针对这样发生的事件呢，第一个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校案通报，并按照相关规定以及程序呢来进行处理。根据调查，这位便是宜兰县大溪乡一间国小1年的老师对学生的管教行为，学校接到通报了后，马上进行校案通报，也承诺会伫教师集会宣导，爱正向管教。发生代志的教室，因为学生已经下课拢无人。根据学校表示，涉案老师已经25年年资，是发生代志班级的老师，平常时教学稳定，无任何问题。不过技术不当管教也是公正处理。在教育处这边都要重申正向管教的这样一个方式，那避免学校学生因为老师的不当管教影响他的学习的权益。县政府表示，按照规定开校事会议启动调查，若这老师行为不当属实，会要求学校基处。佮表示老师应该正向管教行为，避免任何不当管教。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经济卫福部自2023年收到的性侵害通报超过9400个受害者内底，其中无满18岁的超过一半。国家人权委员有去访查，发现校园是上界无安全的，而且性侵害案件伫国校啊内底这个阶段占多数。人权委员经过访谈嘛，发现加害者拢是一步一步有咧计划，嘛指出讲。要赶紧来修正身体青红灯这个教材的观念，让学生囡仔明确来了解身体自主权这件代志。因为身体每一个所在，身躯内底每一个所在，拢是袂使让人乌白蒙的。打的时候手会停在屁股上面摸，他还会在很严厉的骂完你之后，又叫你过去安慰你，然后叫你坐在他腿上。影片内底讲的是人权委员因访谈过去受性侵害个案拄到的状况。根据卫福部2023年性侵害通报统计，被害人有9413人，其中无满18岁的受害者超过一半。透过访谈也发现，儿童性侵害拢是一步一步来。委员认为，即马教育部教科书身体青红灯的概念无妥当，因为身体的部位无分敏感无敏感，拢无应该互人卡。其实不应该升起所有红绿灯。没有哪一个部位可以碰的，没有什么敏感部位、不敏感部位，不应该有这样的区分的。那身体的这个自主权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刚刚我们在很多案例分享当中，发现很多孩子
他们是渐进式的，先安慰你、抚摸你，然后慢慢的渐进的做更多的侵害行为。提到身体的红绿灯啊、红黄绿，这个我想我们在整个教材或者在研习，有一些观念要与时俱进啊。我想这我们会来做调整。被侵犯的人他们的一个投诉。怎么样去减少这一个在调查过程减少2度伤害？国家人权委员会自2021年开始针对过去伫航向也是安置机构的疑少性侵案进行访谈，访问74个个案，也发现疑少性侵事件通常发现伫国校这个阶段，老师也是相关人员常常会使用因的权威叫囡仔袂使讲，也拿这份调查报告也拍做宣导影片。希望让父母、教育人员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安全更较有警觉心。记者中嘉义谢桂林采访报道。过来，有投资诈骗，这是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去勾结一寡也未上市的公司，叫人去投资，去买一寡也未上市的股票，也毋过事实上拢是咧骗。刑事局初步是判断有3000人哄骗，上无骗5亿，而且诈骗的过程佫会找律师来倒空。特殊搜查具体，警方处理第一波行动，查到奥斯玛再生能源科技公司所设下的共骗取金钱的骗局，经过扩大调查，将更加幕后犯罪集团给挖出来。出动点钱机来点钱，查扣主嫌名下2台几100万的车，涉办4年的18人靠未上市的股票，骗取拄投资股市的人的辛苦钱。专门锁定财务不佳的公司，以投资为由。再加以包装宣传，向不特定的民众寄送投资评估报告书，以美好的愿景宣称即将上新贵上市。经过调查，主嫌勾结的业者除了有奥斯玛，也有爱创科技、华德科技甲宝利通公司，涉嫌用精致方式要求印证做股票，所来指派下卡手人包装涉案公司，发展60 AI 机器人，讲这公司的前途真好，来向投资客推销，更加讲这要上市上贵，来骗人提前投资。良钱结合到律师事务所所成立的一个信托专户，来营造一个安全的一个投资环境，来取信被害人。刑事局也发现犯罪集团事先先找律师事务所背书，开立受托信托的财产专户，也甲资讯商斗阵，订做这个官方的网站，一直拍广告要提高可信度，让大家来相信，吸引更加多民众。将近2年的时间，警方初估超过3000人受害，损失至少5亿。其中有查缉的2间科技公司业者发出声明讲，配合司法的调查，公司一切是正常营运，到底真相是安怎，就等待这个司法后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新北市三重埔的工地建案在屋地下室，结果杀害隔壁人家厝倒去。拜日暗，佫摕离2栋15户的民众。若经过评估了后，市府是宣布伫早暗9点过后，有开放预防性疏开，摕伫遮的住户会当转去处理啊。本地疏开79户，190个人，即马敢若剩13户34个人。也毋过有一寡住户就烦恼讲，到底敢要转去住，因为因的心内拢会心惊惊。出动土地雷达伫咧厝内面检查，惊讲主体无安全，因为大户等于厝摕物件，发现厝损害情形敢若更加严重。本来要让我们6点进去拿衣服嘛，那我们门打不开，因为隔壁那个倒下去的时候，那个怪手有没有？去敲到我们那个墙壁，把我们打一个洞，好大一个洞。大门无法度开开，大户被所在迄当阵也袂火甲出来5只鸟带出来，好加在动保团体斗3工。顺利伫咧吹背载具，把全部鸟拢救出来。在处理方面呢，那一些碎片的时候，发现那个地基好像有点不稳固，然后有立即性的危险，就要撤除我们的196号，跟190号之一，总共有差不多15户这样子。新北市三重埔6年过，一个建筑工地伫咧挖地基时阵，犯出公安的事故。这么工程车继续施工，已经把2边的树拆掉。我们内心也是会担心，但是我们每个住户都想要赶快回去，因为有的要上课、上学，有的要上班，我们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整栋建筑物是一个倾斜度是完全稳定的状态，所以没有到讨论到说需要去做拆除的工作。官方也继续抢灾抢险，不过这么又有附近的民众传讲厝也厝歪去。
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回应讲，经过检测，此外情形怎么拢正稳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的口蹄疫第2控制去年正式被检了后，外销量逐年都在增加。去年猪肉外销有450吨，这是比去年加8倍。屏东即摆有食品业者和新加坡进口商合作，摕到头一批伫青猪肉外销的订单，伫车北市签 MOU， 也若今仔日头一个货柜就会送到新加坡。这嘛是咱台湾青猪肉让15年了后，搁再拍入去新加坡的市场。货柜车停伫食品工厂内底咧等，屏东嘉义丰食品甲新加坡进口商达成协议，成功摕到咱第一批32.6吨冷冻猪肉外销新加坡的订单。车北伫农业部建议之下签订合作备忘录，第一季按算车口到新加坡送去各级超市甲餐厅。因为新加坡很喜欢这个肉骨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排骨销到新加坡去。所以这回新加坡好不容易签证给我们冷藏猪肉以及排骨。台湾2007年目底将外销冷冻猪肉到新加坡，所伫2009年口蹄疫备检失败了后停止。2010年台湾为口蹄疫区除名了后，外销依然是冷冻甲加工为主，继15年用冷冻猪肉重回新加坡市场。传统猪瘟，我们现在也不是打疫苗，也渴望在今年的5月间能够得到 WOH 的确认，后续的猪肉就能够以更方便的方式，以生鲜的猪肉外销。冷冻猪肉因为保存这条件，市场锁定伫附近国家。5月若顺利通过台湾猪瘟备检审查，会加速亚洲区域3大病毒活跃区国家，就应该日本搁开始外销谈判。每年的年节以后，猪价都会下跌如果现在今天有外销新加坡的话，或许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发生。全台咧饲的猪差不多500多万只，饲猪协会表示，即马饲的技术进步，供应量也对咧提悬。尤其外销管道协助达到供需平衡。农业部强调，台湾猪内销为主，用策略性外销，专攻国外高级市场，未影响国内市场的供应量。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猪肉唔但品质好，猪的腹内嘛会当做乌白切。乌白切嘛是一款传统在地饮食的文化。新北市政府就举办头一届新北乌白切比赛，要来推广这款好滋味。面档仔的玻璃肚汤满满的脆皮肉、猪尾、猪头皮，台湾的民众若是去小食摊食饭，有当时拢会习惯切一盘卤味来配，有时阵会请头家随意看有啥就切啥，所以也号做乌白切。乌白切店头家也分享乌白切上有台湾味的食法，就是甲食材烫过。会姜丝阮酱了解，这是老一辈上传统的食法，今卖少年人也真介意。如果老一辈的话，就是说倒瓜子一个，然后脆皮巴一个，然后那个舌头来一个安呢这样子。因为以前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菜，所以就会在节庆的时候可能会特别去吃这种东西，因为肉类比较少。对，可是现在就比较普遍化了。为着要推广这项传统滋味，新北市办理第一届的新北乌白切大赛。新北市经发局表示，较早的人生活较无好过，无啥物机会食大鱼大肉，毋则有乌白切，甲动物的各种部位器官切做小菜，亲像猪心、猪肝、猪头肉等等。有当时请头家乌白切一盘，也代表是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这个乌白切呢，其实就是很亲民的。什么都好，其实就是讲你凊彩头家我食了一个米粉汤，你凊彩给我切一寡小菜就乌白切其实呢，这个也是代表对老板的信任度啦经发局讲，乌白切这项传统小食是台湾社会早期到今传统的滋味，代表大家食食起猪，也体现人甲人之间的人情味。除了传统的食法，也有把这寡食材加入烹内底的创新做法，希望透过比赛，由新北的店家做伙丰富台湾的乌白切，用台湾猪肉这款好滋味，和乌白切这款传统食食，看互更较侪人知。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8日的时，是有数伫咧边境有查到5批日本和韩国进口的草莓，有农药残留1200多公斤，全部拢已经毁掉。
一粒一粒红个水的草莓，定定拢是真侪消费者爱买的水果。日本进口的草莓，伫咱台湾嘛真受欢迎。但是根据是药署初期公布的边境查验结果，有4批日本的草莓有农药残留，像成珠牧业有限公司进口的沙甲草莓、福科甲草莓，甲丰兴农产进的另外一批沙甲草莓，也有甲和仙果进的库马摩多草莓，总共是629.6公斤的草莓无及格。食药署已经从112年6月1日起到今年的5月31日止，会针对日本抱怨的草莓在边境做监视查验，也就是100%每一批输入的日本草莓都要经过农药检测残留合格以后才可以输入。除了日本这4批草莓，还有1批清河农产对韩国进口的草莓，嘛同款有验到农药残留，加起来拢总5批，要1210公斤，伫咧边境查到全部体温销毁。针对草莓要安怎洗食着较会安心的问题，农药所表示无建议民众用菜洗清洁剂，还是重做落去洗，上好要是用清水洗较安全。小苏打伊的效果最主要是讲一个碱性的部分，会当甲一寡农药甲伊个酸碱平衡，把它平衡掉。但是唔是所有的农药拢是酸性的啦，所以讲无建议讲佮加其他的物件啦。因为清洁剂有加减有掺一寡可能有一寡对环境无好的一寡物质啦吼，所以讲阮是较建议讲用流动的清水吼，甲用一个浸洗的动作。农药所副研究员表示，像咱台湾种草莓定会有被蜘蛛、炭疽病才会病虫害，所以农民定爱铺农药处理。建议民众在买的时，通经有生效履历、有机标章，也是生产对数的产品来买，食着较安心。不过，因为台湾草莓大出的时间较晚，所以这阵啊进口的需求真大。是药署表示，伫咧边境会针对日本、韩国进口的草莓继续加强查验。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特别过年啊，高雄的三凤中街已经开始有人咧款年会啊。因为对今年开始，三凤中街是全面禁止食薰，这嘛是高雄头一条禁薰的上款。若是违规食薰，红抓到，上悬会当罚1万块。咱的民众哦，只要来到三凤中街买物件，加入的这条红线吼，就袂使去食薰啊。即摆来三凤中街款年会人未少，不过对今年的正月初1起，三凤中街是全面禁止食薰，这嘛是高雄市第一个全面禁薰的上款。民众来吃，行入这条红线，拢袂当搁食薰。高雄市卫生局也不时派人来巡查，若是违规，互人抓到，上悬会当罚到1万块。到三凤中街自114年1月1号起为全面禁烟场所，于禁烟场所吸烟，违者最高可处新台币1万元整。街仔头甲街仔尾，甚至阮的巷仔，拢有画一条红线。你若看到迄条红线入来，就莫食薰。互大家吼来遮买物件吼，有一个较好的这个购物环境安尼。禁薰政策推出才1礼拜的时间，无论是店头家也是消费者，看起来真配合。咱实际行伫商圈内底，敢若涂骹有看到薰头，完全无看到有人违规食薰。对面原地食薰的民众，甲薰头锯掉，才行入红线区，现场空气无臭薰味。过去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觉得一来就闻到很臭的烟味，让人非常不舒服。可是刚我进来的时候呢，我没有闻到任何烟味，然后闻到的是食物的香气，让我觉得还走起来蛮愉悦的。较无迄个黑味啊，奥多麦这是慢移来啦。有消费者建议爱禁止奥多麦，主委敢若会当笑笑讲歹势，因为这些店头拢是做中小盘生意的，那奥多麦袂当入来生意就免做啊。不过今年伊有争取到3000万的经费，要用来增加天棚早日早雨的设施，同时改善中街通风。以后所有店面顶悬的护棚拢会拆掉，互规条中街看起来更较整齐美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采访报道。这几年，文化部积极在推动台语主流化，嘛带动真侪台语相关的创作。亲像即摆就有乐团出版台语绘本，带囡仔唱台语的囡仔歌，而且佫有甲这结合刀仔耍，希望亲子之间会当透过绘本有多元的互动。讲，头家，这一包偌侪钱？我想要做一领短的衫。
绘本内底的主角来讲台北大稻埕的布置啊做啥？这是小水滴创艺甲团创作的第3本台语绘本书。团长讲，家己定定会伫迪化街行踏，真介意遮的历史甲文化。最近伫高档要保存细汉时记忆的模样，希望透过绘本甲故事，带领看册的人通体会到西迪化街迄种深色的心情。阮有办一个营队，就是营队。啊，有一群囡仔，就当做伙咱去大稻埕遐，想讲阮就选一寡，就是囡仔上有欢迎的，就是最有反应的，的主题，然后来变成咱故事的一部分安尼。集团要带囡仔做伙去西迪化街做电影调查，为着要互大家在看绘本的时阵，通听到台北的全腔，我有找台语顾问来指导配音，在绘本内底呈现语序的地方差，甲台北全腔的语音特色。伊嘛有收集遮侪资料，咱讲一寡食食人吼，点什么物件，拢去溪口什么，金柑一般讲糖柑啊，吼南部嘛，啊台北其实拢讲金柑啦。绘本内底甲中药店、柑仔店等等画甲真有路，另外还有配合绘本加做一套倒译，招牌收录真侪甲食食、清茶等等相关的语序。图画作者嘛希望透过这款互动，互家长甲囡仔增加生活话题，开喙讲台语。放一寡较早的古早物件呢，较早会使有共鸣的物件，所以大人可能看落想，嘛敢若这较早的物件，所以嘛较有迄个。兴趣去甲囡仔讲较早的代志，吼，较早大家咧算啥物，会使增加一寡亲子互动安尼。绘本含倒译拢有标写台文甲台语拼音，更有中文解说，互看无台文的家长也是囡仔通互相对照。乐团嘛表示，在今年8月左右，也按算要甲这个绘本故事改编做台语音乐剧，希望互台语家庭在看这个故事的时有无共的体验。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各地传统艺术中心发现讲，真侪传统戏的剧本拢是用大人的角度咧思考咧出发，才罕咧有专门写互囡仔看的剧本。所以团艺中心就举办儿童布袋戏剧本的评选，选出6本对囡仔角度出发思考的剧本，而且拢是布袋戏的剧本，也阁是台语的创作。未来嘛会找剧团来搬。台顶在咧搬布袋戏，布袋戏是台湾的传统戏剧之一。但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发现，真侪传统戏剧的剧本，故事拢是以大人的视角来写，真正有为儿童设计的传统戏剧剧本。我们希望推广戏曲是把青年的这个时代的 DNA 放进这个戏曲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部分传统戏曲都是为大人创作，大人的忠孝节义，可是小孩子有些时候听不懂。团艺中心希望传统戏剧会当转换角度，以囡仔的想法出发，所以举办儿童布袋戏剧本创作评选，有6本儿童布袋戏剧本入选，拢是用台语写的。第一位作品是咧讲民间信仰好爷的故事，未来会由真婚林阁掌中剧团扮演。透过这样剧本，看到的观众，不管伊几岁，不管伊是囡仔还是大人，伊当透过这个剧本，伊会感觉啊，这个故事足趣味的，台语足好听的，台语内底有足侪爱俗眼。布袋戏较早就牛头马面，喺伫地角内底牛头马面足恐怖的啊，足怕的啊，即个毋是咱来甲这所有的动物拢变做可爱版。对阮去翁仔的师傅来讲，毋能阮做哦，连阮的翁仔都是挑战。真婚林阁掌中剧团表示，要跳出传统，帮互囡仔看的布袋戏、翁仔、布景、音乐，拢着爱重新设计，是真大的挑战。这摆入选的作品有3本剧本，会甲布袋戏剧团合作实际演出。除了伫团艺中心表演，也按算到全国各乡15间国校巡演，成国较侪少年辈来熟悉传统戏剧。记者讲林卓凯台北报道。体坛的消息来关心台湾极地超级马拉松的选手陈彦博，伊伫昨昏完成412公里宽台模拟训练，伊准备要挑战2月28伫北极宽617公里的比赛。连续8日伫大石头卡丘改装过，并且穿过台湾西部。台湾极地超马运动员陈彦博为备战北极宽617公里极地超马赛，特别完成一场全长412公里的宽台模拟训练。
2月底特别策划，希望完成北极圈的挑战。但干部第2024年下半年伫非洲肯亚230公里超马赛，伫只抗马拉利亚药物产生的无数的状况之下，展现强大意志力，克服地形考验，也有对手的苦苦对赶，用71点钟18分摕到冠军。肯亚之后，我继续吃还是很不舒服，没办法睡，所以比赛其实前1-2天其实影响蛮大，但是到后面他们好像也发现我体力慢慢的退下来之后，他们才开始一直疯狂的在追赶，所以这次比赛其实蛮辛苦。甲各个超马好手拼场，伫个沙坡顶各种极地环境，通过一摆一摆的艰难挑战，伊继续备战训练，挑战自我，用双脚走出家己的人生，也希望用实际行动鼓励更较侪人勇敢对望。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关心新冠疫情过后，真侪人拢兴出国去佚佗。亲像日本的京都，就成做国际游客介意去的所在之一。也毋过因为观光客实在伤济啊，嘛破坏当地观光品质。京都即摆就决定要甲过暝税调悬10倍。本地一个人住一暝过暝税价格是1000块的一票，也毋过即摆要调悬到1万块，差不多是2000块的台票。上紧呢，伫2026年要开始实施。行伫京都的基园，享受老街气氛。新冠肺炎疫情过了后，包含京都等日本各大城市游客量一直增加。不过观光公害也对得来，毋但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上侪旅客也互旅游的品质下降。为了完善观光的环境，京都市决定调升大房税。饭店甲旅馆的大房税会对上悬一人一暗1000日票，大约是台票208块，起到1万日票，大约是台票2000块。这个修正案上紧伫2月送到议会，若顺利通过，会伫2026年开始实施。京都对2018年10月开始，就针对旅客大房费按3个级距来扣税，上少是200日票，上悬1000日票。因为游客一直增加，2023年年度的大房税收入拍破纪录，来到52亿的日票，大约是台票10.8亿。不过观光客造成的本数的问题，甲上过客，互当地人真困扰。京都市长伫去年选举的时，就承诺要调升大房税，改善观光环境。这个修正案甲扣税标准对3个级距调整做5个级距，一暗6000日票以下的大房要扣200日票的大房税，上悬的级距是10万日票以上的大房会扣1万日票的大房税。按算新法上路了后，京都市的大房税收入会加倍，超过100亿的日票，大约是20亿的台票。根据官方统计，日本目前包含东京都在内，计共有11个地方政府扣大房税。前公关热海市甲北海道的赤境川村也对咧向观光客扣大房税，以后到日本旅游可能要加编一寡预算啊。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天气报你知，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是1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有2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2度。外岛9度至1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